前继续要来关心观光局扩大秋冬国民旅游补助用的期限，敢若到1月底，一寡饭店业者嘛把握上尾机会来推出优待。旅游平台同款嘛是趁势面袂歹，加也拼生意，算算的一个扣起来。假使若是来到这个新店来带5星级的福华饭店，当暝计小1000块有走。若是来到宜兰打卡浸温泉，逐暗的补助金额扣了后，家己出的计小变2000块。也有花莲大东饭店业者嘛要来拼苏花改。专线通车的市面，加也来推测到旅客运票，这个客运票的票价。假使讲若是提配运票，就会当免费升级房间型的方案，嘛5万生理会当更加抢市。泡风水兼做 SPA 来，互分私小送人一个。伫个国内旅游，想要较省钱的，即马是上好的时机。因为观光局秋冬国旅的补助到1月底就要到期啊，有不少饭店的业者拢把握这个机会，要上尾甲抢一个。饭店有其实也都看好这波的补助商机，其实也给我们蛮不错的一些优惠、独家的价格。带入去5星级新德福华饭店，民众若是有使用补助，安尼带一暝干那1000块就有啊。若是来到宜兰打卡浸温泉，一房一暝甲补助落来，还阁免2000，还阁有花东业者要来到达苏花改专线通车的热潮。杀出若是有摕客运的车票，安尼就会当免费来升较悬坎的房间，计小补贴了后，干那爱820块起。旅游平台嘛，趁这个趋势，进来热度促销，是推出了2000折200的优惠折扣嘛？那民众也可以搭配就是1000元的补助一起使用。到现在，那我们的买气的话，其实有成长到2到3成。秋冬国旅补助对去年9月开始，观光局拢总开36亿来救国内的观光，占总经费的64%。其中申请补助上加压的县市前5名，统计到去年的11月中，宜兰县政府补助的房间有15万间，有超过35万9千人去住，排咧头坎。台东县排第2，花莲县嘛有超过30万人咧住。另外，这个高雄屏东嘛是秋冬国旅补助上大的热门。自由行的部分哦，到去年12月底的时候，各县市申请的房间总数已经达到221万房间数，整体去住宿使用的人数的话，已经达到485万。把握这个补助上尾的时机，希望民众会当热烈来欢迎，安尼通来带动国内佚佗的热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